這段18分鐘的錄音，比任何港劇的狗血橋段都要來得震撼。當那段帶着些苦嘈雜背景音，你隱約能聽到粵語新聞播報的音頻在網絡上瘋傳開嚟。謝賢那標誌性的帶着幾分沙啞與不羈的嗓音，像一把燒紅的烙鐵，瞬間在網絡世界燙出了一個無法愈合的傷口。擺架子擺到家裏，這6個字如同一枚重磅炸彈，炸開的不僅是關於遺產分配的冰冷數字，更是將一個家族盤根錯節的情感糾葛、兩代人的愛恨情仇，以及香港娛樂圈最富傳奇色彩的一段往事，赤裸裸地攤在了億萬看客面前。錄音裡的謝賢情緒顯然有些激動，語速比平時快了不少，那種足於老一輩江湖人的直率與火爆，隔着屏幕都能讓人感到戰慄。他似乎在痛斥某種他看不慣的排場，又似乎在擁護某種他心中不可動搖的家規。這通錄音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一道塵封已久的門，門後是謝賢精心謀劃的遺囑，白紙黑字、冷冰冰的法律條文背後，卻藏着滾燙的、複雜的，甚至有些殘酷的心情。90%的遺產留給2個孫子，而那個曾經被他親口認證的人媳婦像柏芝，若再分辨將失去一切代管資格。這不僅僅是一則娛樂八卦，這是一部濃縮了香港半個世紀風粵語風雲的家族史詩。事情旋要從那18分鐘錄音的內容說起。據最初報出音頻的香港資深娛記透露，這段錄音並非謝賢晚年神志不清時的胡言亂語，而是他在2年前身體狀況尚可時，在一次私人家庭聚會後，與幾位老友飲茶時留下的最後真言。錄音中，謝賢對某位與謝家關係密切的天后級人物表達了強烈不滿。雖然錄音全程未提王菲二字，但根據余廷峰有關歌壇天后常年居住北京等關鍵信息，網友和媒體幾乎瞬間就將矛頭指向了王菲。謝賢在錄音中抱怨，這位天后每次來香港排場極大，保鏢助理隨行，即便到了謝家位於淺水灣的豪宅，也依然保持着那種拒人千里的高冷姿態。不僅很少與家中長輩主動交流，甚至在一些家庭聚餐的場合，也對謝賢和狄波拉精心準備的家宴表現出淡淡的疏離感。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謝家雖然也是演藝世家，但講究的是人情味和煙火氣，關起門嚟就是一家人，不該有那些天王巨星的架子。這段錄音的真實性雖然遭到了謝霆鋒經紀人霍文希的強烈否認，斥之為惡意捏造和片段剪輯，但其傳播速度之快，影響範圍之廣，已經遠遠超出了簡單的闢謠能夠覆及的範疇。他像一根引信，徹底點燃了公眾對謝家內部關係，尤其是謝賢對王菲真實看法的無盡猜測。事實上，謝賢對王菲的態度一直是港媒和網友津津樂道的話題。回顧過往，謝賢在多次公開採訪中，對於王菲是否會成為謝家人媳的問題，回答總是帶着一種老派人的圓滑與距離感。他曾表示自己不認識王菲，和他的生活圈子不同，甚至在早年風飛復合時被問及看法，也只是淡淡回應那是霆鋒自己的事，他開心就好。相比之下，他對前人媳像柏芝的誇讚卻從不吝嗇，多次在鏡頭前眼含熱淚地稱讚像柏芝是我們謝家的恩人，把2個孫子教得很好，對我非常孝順。這種鮮明的對比，在錄音事件後被放大到了極致。很多人開始重新解構那份被傳得沸沸揚揚的遺囑。如果謝賢真的認可王菲，為何在價值逾億的遺產分配中，完全沒有王菲的名字？哪怕只是象徵性地留一件珠寶或一筆現金，也能體現長輩的心意。但現實是白紙黑字，冷冰冰的遺囑上只有謝家的血脈。這種刻意的忽略，在很多人看來，比直接的批評更具殺傷力。他表明，在謝賢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裡，王菲始終是一個外人，一個沒有為謝家開枝散葉、沒有融入謝家煙火日常的局外人。而那份被媒體傳得神乎其神的遺囑，其條款之細緻、約束之嚴苛，更是將這位香港老牌影帝的複雜性格展現得淋漓盡致。據報道，
謝賢並未將巨額遺產直接留給兒子謝霆鋒或女人謝婷婷，而是設立了複雜的家族信託基金，總值超過1億港元的資產，包括淺水灣的房產、股票、基金以及影視作品的版權收益，其中高達90%的權益被鎖定，受益人只有2個名字：謝振軒和謝振南，即謝霆鋒與張柏芝的2個兒子。剩下的10%則是由謝霆鋒和謝婷婷平分，有傳謝霆鋒分到了淺水灣的那棟充滿童年回憶的豪宅，而謝婷婷則獲得了母親迪波拉當年留下的部分珠寶藏品。這種分配方式本身就充滿了心意，它既體現了謝賢作為爺爺對孫輩毫無保留的愛與責任。他認為兒子謝霆鋒早已事業有成，身家豐厚，不需要父親的遺產也能活得很好。而2個孫子尚未成年，未來的教育生活需要堅實的物質保障，但同時這也是一種極為強勢的託孤與約束。遺囑中明確規定，這筆巨額信託基金的管理權在孫子成年之前由前人媳張柏芝全權代管。這意味着張柏芝雖然手握巨額財富的支配權，但他只是管家而非主人。他的每一筆大額支出都需要接受由謝賢生前好友著名影星林青霞所指定的第三方監督機構的審核。這既是對張柏芝多年含辛茹苦養育2個孩子的巨大肯定和終極信任。放眼整個香港娛樂圈，離婚後船能被前公公如此委以重任的前人媳，恐怕絕無僅有。但與此同時，遺囑也附帶了一條足以引爆全網討論的辣椒：若張柏芝決定再婚，將自動失去這筆信託基金的代管資格。正是這最後一條緊箍咒，讓整個事件從單純的遺產分配上升到了關於人性、自由與傳統觀念的激烈辯論。支持謝賢做法的人認為，這正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的怨言與苦心。他太了解人性的複雜，也親眼驗證過豪門撐產的腥風血雨。他將巨額財富留給孫輩，是為了確保謝家的血脈能夠獲得最好的成長資源，不受父母感情變遷的影響。限制張柏芝的再婚代管權，並非是要鞏固她的一生幸福，而是防止謝家的巨額資產外流，落入外人手中。畢竟，如果張柏芝組建了新的家庭，誰能保證她不會將原本足於2個兒子的資源傾斜給新的丈夫或新的孩子？這種擔憂在豪門世家中並非杞人憂天。謝賢用這種近乎不近人情的法律條款，為2個孫子的未來鑄造了一道堅不可摧的防火牆。反對者則痛斥這是封建殘餘對現代女性的無恥綁架。張柏芝作為2個孩子的親生母親，對兒子的愛與付出難道需要靠一紙契約和1億港幣來證明嗎？她為了家庭和孩子，已經犧牲了事業的黃金期，在離婚後也一直潔身自好，全力撫養孩子，如今卻要被逝者的遺囑束縛住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利，這無疑是對她10幾年付出的最大褻瀆。有人說，這一條款讓謝賢對張柏芝的好變了味，更像是一場冷酷的交易，用金錢買斷前人媳的未來，確保謝家的利益最大化。在這場圍繞遺囑和錄音的輿論漩渦中，王菲和謝霆鋒的態度顯得尤為微妙。面對謝賢錄音中對天后嫁子的指責，王菲方面始終保持着一種超然物外的沉默。她沒有像張柏芝那樣把社交頭像換成黑色以示哀悼，也沒有對外界鋪天蓋地的猜測做出任何回應。她似乎依然活在自己那個與世無爭的神仙世界裡，任憑窗外風雨琳琅。據謝家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好友向媒體透露，謝賢晚年病重住院期間，王菲曾多次陪同謝霆鋒悄悄返港探望，並未驚動媒體，每次停留時間不長，但都有如老爺子進行簡短交流。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對錄音中擺架子指控的一種無聲反駁。他並非不懂禮數，只是不喜歡將私事擺在台面上供人觀賞。而謝霆鋒作為連接這一切的關鍵人物，在整個事件中表現得異常低調和強硬。他先是透過經紀人發表聲明，怒斥所謂18分鐘錄音和遺囑細節均為惡意偽造，是對逝者極不尊重的炒作行為，並警告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隨後，
在處理父親後事時，他採用了極其低調的演出形式，不設靈堂，不辦追思會，僅用3天時間便將父親的遺體火化，將一代傳奇的落寞處理得悄無聲息。這種快刀斬亂麻的冷酷作風，既像是為了保護父親最後的尊嚴，不讓他的身後事淪為狗仔隊的狂歡盛宴，也像是在保護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2個女人王菲和張柏芝，不讓他們被媒體的長槍短炮架在火上烤。他沒有為父親那番可能引發巨大爭議的擺架子言論向公眾道歉或解釋，因為他深知父親的性格，也知道王菲的為人，清者自清，無需向外界交代。而故事的另一位主角張柏芝，則用行動詮釋了怎麼叫無聲勝有聲。在謝賢離世後，他並未就遺產分配發表任何感言，只是默默地更新了社交賬號的頭像，一張莊重的黑色圖片足以表達他的哀思。據港媒報道，在謝賢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裡，張柏芝不僅頻繁帶着2個兒子從上海飛回香港探望爺爺，甚至在謝賢病危入住養和醫院時，他全程親自下廚煲湯送到醫院，被拍到在病房外神情憔悴地守候。他似乎並不在意那些苛刻的遺囑條款，如果他再婚就會失去代管權，那又如何？在與謝霆鋒離婚後的這10幾年裡，他身邊不是沒有追求者，也曾傳出過3胎生父的種種猜測，但他始終未有選擇再婚，或許是因為對婚姻的失望，或許是為了給孩子們一個最純粹的成長環境，又或許他骨子裡就有着和謝賢一樣的執拗，家族的完整和孩子的利益高於一切。謝賢立下那樣的遺囑，與其說是在防範他，不如說是在賭他對這個女人的眼光沒有錯。而張柏芝用他10幾年的付出和沉默，贏了這場賭局。他證明了，即便沒有那1億港幣的捆綁，他也依然是那個把謝家骨肉放在第一位的好媽媽。他如王菲，一個是陪伴謝霆鋒走過青春癲狂，為他生兒育女的烈佛之妻，一個是謝霆鋒歷經千帆後靈魂契合的知音伴侶，一個融入了謝家的煙火日常，成為了謝賢口中有求必應的孝順人媳，一個保持了獨立高遠的姿態，成為了謝賢眼裡管不了但也不熟的天后巨星。謝賢用一紙遺囑，將他這一生對這2個女人的態度刻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這將近4000字的起承轉合，似乎依然無法完全道盡這個香港頂級娛樂家族背後的複雜人性。那18分鐘的錄音，或許真的只是謝賢走後的一時氣話，帶有老人對現代娛樂圈浮誇鳳氣的不滿。那所謂的苛刻遺囑，或許也只是媒體捕風捉影、添油加醋的產物。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真假難辨的信息組合在一起，卻精準地擊中了大眾對於豪門恩怨、婆媳關係、隔代親情的所有窺探慾和想象空間。透過這場喧囂的鬧劇，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謝賢作為一代梟雄的強硬與控制慾，也不僅是張柏芝的隱忍與擔當，王菲的冷傲與超脫，更是一個傳統中國父親在生命的盡頭，用自己最後的力量，為人宣編織的一道看似冷酷，實則沉重的保護網。他把所有的愛都換算成了冰冷的數字和苛刻的條款，只因為他深知，在變幻莫測的娛樂圈，在人心不古的現實世界，唯有鎖在信託基金裡的錢和流淌在血脈裡的基因，才是最可靠的。他罵王菲擺架子，或許是因為他無法容忍任何人在他的家族地盤上挑戰他作為一家之主的權威。他把剪刀給順子，是因為那是謝家未來的根。他限制張柏芝再婚，是因為他不允許任何人，哪怕是曾經最信任的家人，去觸碰他對謝家血脈延續的終極安全感。這不僅僅是一個娛樂頭條，這是一首築於舊時代梟雄的輓歌，用金剪、血脈和規矩寫成，留給這個在他眼中越嚟越浮躁、越來越不講情義的世界最後一聲敞亮的嘆息。至於那些活着的人，謝霆鋒要在愛人、母親與對父親的緬懷之間尋找平衡，張柏芝要在自由與責任中做出取捨，王菲要在世俗眼光與自我堅守中保持淡定。他們各自的故事，船遠未到落幕的時候。